好多香港人用幾百萬去買樓，最後啦就跌喺一個不起眼嘅選擇上，咁就係樓層同埋樓型啦。OK，地段你睇完啦，戶型你都量過咗，等我住入去之後，你先至發現低樓層會藍天，牆上係滴水嘅，塔樓中間戶一年見唔到太陽。咁今日呢一條視頻，我嚟教你點樣將樓層同埋樓型去一次性選擇對。各位睇完之後都可以發表一下自己嘅呢個建議。我先講一下樓層，黃金區間一般係總高嘅1/3到2/3，採光通風都要到位。但不過千祈唔好貪平同埋出入方便，只要一到珠海嘅回南天，你就明白有幾痛苦啦。牆角反潮，衣服曬唔乾，咁高樓層視野雖然話好，但佢等電梯啦時間會比較長。颱風天嘅風噪係比較大嘅，咁然之後仲有3個大坑一定要避開：設備層、腰線層、槽光層。呢啲層嘅價格可能會差唔多，但不過住入去之後咧，體驗感係差一大截嘅。我再講翻3種樓型，第一種洋房，低密度得房率係比較高嘅，住入去咧係比較舒服。咁你一定要分清楚真洋房同埋開發商嘴入邊嘅洋房。有啲係將高層包裝成為洋房嚟賣嘅。咁第二種塔樓啦，密度高，得房率比較低，性價比係最在線嘅，適合預算有限嘅香港朋友。選塔樓嗰陣時一定要記住一句，可以揀邊戶，千祈唔好去揀中間戶，採光同埋通風都天差地別。咁第三個就係板樓，南北通透係核心嘅呢個賣點。選嘅時候你哋一定要睇呢個進深。進深太長，容易出現咗呢個暗廳。好啦，咁我最後俾大家一個總原則，千祈唔好睇邊種最好，我哋要睇翻邊種最適合自己。預算緊、重性價比嘅塔樓邊戶揀咗唔丟人，預算夠、重舒適度嘅洋房中間層會更加嘅穩妥。屋企入邊有老人家、有細蚊仔，怕爬樓啦，又怕反潮嘅板樓嘅低密度會更加嘅合適。樓層同樓型永遠都係冇標準嘅答案，只有識去唔揀貴。咁如果各位仲想了解洋樓、板樓、塔樓更加詳細嘅優缺點嘅話啦，可以掃下屏幕上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我會將我手上嘅呢一份 PDF 發送俾你，希望可以幫到各位。我係 Michael 劉記，我哋下期見。